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7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度的风台度数热，暴风圈已经卡到咱台湾的陆地。暴风圈的范围是包含苗栗以南，各地头风台雨已经拢在增强。咱来听气象局伫拄则8:40上新的说明。金门。台风中心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已经来到我们鹅銮鼻西南方大约170公里的海面上。台风的强度维持中度台风，暴风范围大概是280公里，因此台风的暴风圈已经涵盖了我们南部跟东南部的陆地。预计台风未来会朝北西的方向，在今天通过台湾海峡南部，明天进入中国福建。所以在这样的路径推估之下，今天会是台风距离我们最靠近的时候。首先还是提醒，台湾附近各个海面风浪都是明显偏大的，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民众也尽量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另外也要随时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在降雨的部分，过去2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已经为整个东半部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带来了大量的降雨。从星期2累积到目前的雨量显示，在花莲地区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700毫米，台东的山区也有超过600毫米的雨势，而在宜兰的山区大概400毫米以上，屏东的山区大概是500毫米以上。在今天上午这段期间，东半部降雨持续，而且雨势会比较大，尤其在花莲跟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屏东的山区要特别留意。其他的地区则是比较短暂、局部性的降雨。到了今天下午，甚至到今天晚上，等台风中心逐渐移动到台湾的西南侧海面，我们的南部降雨会很明显的逐渐的增加。另外，澎湖跟金门的雨势也会慢慢的加大。尤其到了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台风更往金门跟澎湖方向的移动，澎湖跟金门入夜到明天凌晨的雨势会明显的加大。而在今天晚上之后，台湾西南部还是容易有阵雨出现，东半部的降雨则是有机会稍微趋缓。那至于再来，咱继续来关心受风台影响，今仔日有7个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这7个县市是包括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也有澎湖县甲金门县。也若金门这部分早起是正常上班上课的，但过金门下晡就停班停课啊。另外，民航局嘛宣布，今仔日国内全部的飞行机班拢停飞。国防部嘛宣布，原本按说要伫中部举办的万安演习嘛，因为风台先取消。多数的风台来呀，东南部头一个受影响，昨昏透风落雨是愈来愈强，昨暗嘛传出有人死亡，这是花莲秀林乡有一个负责人在顺山水的广线的时，无细枝跋落坎骹，找到人的时已经过往。气象局是提醒讲，今仔日规工东半部拢是强风大雨，民众都爱提高警觉。由山泉水管线的山沟下骹这条溪水拢涨起来，有就位去山顶检查水源的民众，敢若是无细地跋落去溪底淹死。花莲县秀林乡文南部落有一位妇人人甲伊的翁婿，伫了暗6点外去伫山顶顺山泉水的管线，煞无细地跋落去山坎骹，8点外找到人时阵已经淹死，是都市类风台第一件死亡案件。山坎面水石头一直愈来，路面拢是石头，雨果路袂停。台北线中兴公路关原路段发生土石崩落情形，交通中断，工程人员赶紧抢修。风台外围环流，和花莲路雨大雨，毋但山谷有土石流，几落条溪也拢涨起来。花莲高寮大桥原本已经有警线封闭，公所的人伫咧日早起巡发现桥面有严重的壁损。另外，富里乡的轮天大桥变道也和涨起来溪水冲海去。变强轮天大桥冲毁了希望我们的不要进出。风台落大雨，根据气象局网站的资料，26日透早0点到27日5点半，屏东西大武山7站924毫米的雨量排第一，花莲富里乡明里7站592毫米，台东避南乡李家林道7站562毫米。主要的降雨还是集中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西半部的山区。而
而这个样子到了明天的白天，东半部降雨还是持续，甚至因为台风开始来到台湾西南方，因此南部地区的降雨也在明天会明显的增多。气象局讲，今仔日连续几天，宜兰花莲台东风雨也是正大，南部加平湖、金门有阵雨，中部地区加北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南部加平湖地区今仔日下昼到暗时是风雨上大的时阵，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气象局是继续针对风台度数最发布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今仔日是风台上赶近咱台湾影响上大的时阵，全台湾拢爱细致。咱同齐来看分图。下到风台雨的所在，即马范围有变搁较宽，尤其是花莲、屏东、台东，拢爱细致出现海量的超大水雨。另外，伫宜兰是爱细致上大雨。气象局嘛有针对新北、高雄、台中、南投等加强雾7个县市发布大水雨也是大雨特报。风台愈来愈晚，各地头拢会透风落雨。恒春半岛、红头树、绿岛有10级至11级的强阵风，一直到明仔载透早较空旷的所在，拢爱细致透强风。另外，沿海也有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嘛出现大风影，民众唔通挖近。受中度风台度数热影响，垦丁的风雨真大，有一寡路段还有淹水。垦丁大街到后壁乌溪港是拢无啥人客。屏东的恒春半岛有6个乡镇，甲琉球乡，伫昨暗6点过就已经停班停课。山区也有部落的民众嘛，拢有防绳铁蹄来确保安全。车路加速串流，屏东垦丁南湾日下晡一阵强降雨了后，水沟水漫出来，差点引起理论溪居民赶紧出来清水沟啊！车路甚至冲出大坑，警方赶紧封锁现场，过路车才袂危险。它前面的水沟旁边可能被雨水冲断了，哎呀，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雨沙一定向海边冲去，风影也愈来愈大。环路游客进入已经管制山坡，海巡警员提放上头，伫海边的巡逻。停车大面看的话是不会，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就是会劝导民众说不要超过那个警戒线。都市水暴风款下晡3点左右，卡到恒春半岛，垦丁大街用要无人，和风台打乱行程游客趁雨变势出来买物件。另外，后壁河溪港中昼过后大风大雨，渔船用锁啊绑安，海产店生意只剩一成，掉了90%。对，目前如果说按照这个时段应该是就是人潮满满的。而且现在是暑假期间，有点恐怖，我有吓到。体验一下这里的台风生态，但是就是注意安全比较重要。还有附近大店的南部电视馆也因为被覆排水，停车场甲外口路段拢积水。恒春半岛有个暗时雨势甲风影拢会增强，其中满洲乡山区因为到突出了温室警戒，有防绳铁力中路川甲分村了部落居民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若受风台影响的高雄市政府伫昨暗嘛宣布，桃园、布林、南马社加强5个行政区拢已经停班停课，山区嘛有特地458个人。另外，台南一起检查高淹水的所在，抽水设备敢有正常？也若伫国道3号、屏东南边部分的路段有开放，互民众会当停车，要避免淹水车桥水淹去。不用卡车到高雄山区，有个山区的雨量上悬，可能有300毫米，烦恼有造成3195个保全对象慢慢撤离。如果暗时先撤离，设游子有新的福林人，而来伫雨势变大进前，国军也去六区、山林、木林等地协助撤离居民。那个膝盖要小心哦，谢谢。到市场下晡3点进前，桃园区、南马社区、布林区有14个里，居民陆续撤离，总共458人。中昼过后，风影慢慢变大，南城湾海影拢爆炸角的火柜发出真大的声音。天赛轮延期了后，漂流火柜继续高速，因为火柜入水入山，要靠唱水员定位。风台接近，作业只好暂停。浪很大。所以潜水人员呢，如果下去实在是不太安全，所以现在先撤离。那研判那34只的货柜呢，并不会有这个危险啊。高雄港部分公司表示，初步南城湾的货柜未过外漂，为安全先暂停作业。
临盆中门沙堡也火轨冲上花，赶伫风雨变大进前赶紧调离开。另外，台南市也阁检视真正安南北区正开饮水的所在抽水机组运转情形。国道3号尾，大平湾到那边交流道高架桥上北路段开放给民众紧急停车。我们家那边会淹水，所以特别就是开来这边会比较制高点就对了。对啊，这边比较高啊。高速公路南区永和工田分局表示，开放路段应停453台车，是有关府甲公所申请了后核准，结束日期甲款有关府甲公所申请了后，各向民众公告。代替部分南回线放寮甲台东2到下晡5点，各级列车停驶，防止风台造成损害。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来啊，趁昨昏风雨也无啥大时，民众拢赶紧去菜市啊买菜。人客是比普通时啊加买2成，民众嘛发现讲，许多菜类的菜色拢有起价。反啊，这卖菜头家是表示，菜色差不多是起2成。风台买来啊，真侪民众一透早起过菜市场买菜做准备，边个头家嘛真无闲咧整理菜，手拢无停过，因为风台关系，菜价嘛对咧受影响。民众表示，高丽菜四季啊，黑白买5项就要300块，实在是市场一年，民众拢感觉许个菜类有明显变贵。摊贩表示，菜价整个起2成左右。我早上就来买啊，今仔过来买高丽菜，感觉都好像未风台来的起价啊，拢会起较悬。啊，恁家当够法度接受？啊，嘛是接受啊，无要安那，爱买就是爱买。几乎当拢有起啊，系啊，也是叶菜咧起较悬小块，啊，若好压落来得着烂伊歹去，叶菜咧较袂堪真好啊。青菜介绍到底起偌悬，高山高丽菜原本一斤卖25块，即卖起到48块，干那半粒就要110才买会到。啊，那明仔菜原本一斤卖30块，嘛起到60块。摊贩讲，若大雨来，种伫咧外口的菜色，无一项闪袂过。影响菜价关键主要爱看菜量的济少，除了菜色十回销路嘛介好。买菜的人较济啊，我们这面也算一个主食啊，所以也是有增加购买量啊。对啊，大概应该至少多2成有。民众惊风台来风雨大，赶紧先甲物件买起来放。来市场的人嘛，平常时增加2成。摊贩表示，民众若要等菜价稳定，就要去看这阵仔的天气变化。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其他消息带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高雄有一个11个月大的查某婴仔送互年母去照顾，第2天的时，这囡仔头壳去弄到，却不幸死亡。望清望红往来有对外压出这件代志。资本外界就是讲，这是年母苦毒囡仔案件。这个查某婴仔的老爸，阁有带人去年母因兜动私刑。桥头地检署经过2年的调查，认定讲这个查某婴仔体内乃有毒品。所以即马发现讲是即个查某婴仔的老爸有食毒，检方侦结了后，即马对这对年母、翁仔某是不起诉处分，另外会去办因老爸食毒的这个案。来关心联合报，因为疫情的关系，国人去看汉医摕清关1号。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汉医就医的人数比前1年有加买2成，申报的医疗费用嘛加1成6，即马就是造成汉医的总额无够用。卫福部健保署伫昨昏有同意讲，佮要补助3亿元来补这个坑。来关心中国时报，根据警方的统计，去年咱国内有将近3万件诈骗的案件，财务损失金额是达到70亿。同的检方之前就抓到海峡电信甲诈骗集团去卖电信门号，那咱中华电信有配合海峡电信12000个门号内底，要挖1000个电话号码有牵涉到诈骗。那即阵咱国内头一个是电信业者牵涉诈骗的案件，尾啊 NCC 是敢若罚业者30万，这是引起在野党的立委不满，批评抓诈骗是有听到声，无看到影。那警方嘛，伫台中的清水有抓到偷抽柴油的集团，是甲中油的油管挖空偷摕油抽油摕去卖。中油伫去年9月份的时，是发现讲因的油管的压力乃怪怪，去调查才发现这个案，偷抽2000公升的柴油。警方即马有抓到5个嫌犯，检方嘛已经起诉。警方撬开铁片厝的大门，厝内有真高的油味，涂骹拢是工具甲管线。警方了后，伫厝外屋发现中油主要送油管线，互人另外接管偷油。
这跟汽油管对，12寸汽油管，对，汽油、柴油、燃料、汽油进去。警方抓到姓陈加姓涂为主的5个嫌犯，调查发现，嫌犯捌在去年5月伫中华鹿港乌港偷油失败。去年7月伫台中清水临港路发现中油所带的上油管线，马上碎这个铁片处接管偷油。经查，该窃油集团至少窃取超级柴油7次，数量约2000公升。另外，遭破坏之油管设备修复费用约新台币161万余元。主要溜的啊，为哪里只溜啊？讲车。中油公司伫去年9月发现油压无正常了后，报警发现油管互人破坏，嫌犯偷卖2000公升的炸油，市价差不多16万。中油也要向嫌犯求偿，而且加强管线监控。盗取我们的有价值的这个物品，整体来讲，它就是违法的行为嘛。那我们就会依据我们实际上的损失，那相关后续修复的费用，我们就会主张跟他求偿啊。任陈姓被告等5人涉犯刑法之窃盗、毁损等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台中检方除了用涉嫌加重窃盗罪、甲损毁罪定格起诉，另外新竹主嫌等人用无成熟技术偷油，有引起公共危险的疑虑，影响民生经济、社会秩序重大，请法官爱用重刑。记者综合报道。乌鑫去打着陷阱，受伤也是不幸死亡的案件不时拢会发生。为着要减少这款代志发生，林务局即马是有在宣导推广改良式的蜡具。今年6月份，就蜡人伫阿里山去翕到一只乌鑫去吸到改良式的蜡具，尾也真好运，这只乌鑫会当家己脱离陷阱。这只乌鑫伫山路咧行，毋过一个无细字，煞去踏着陷阱，家己嘛惊一个，佳在是平安无代志。这只乌鑫还阁顺续甲石头飞落陷阱遐，了后才离开。其实这只乌鑫吸到的是林务局宣导的改良式蜡具。这种改良式的蜡具，套索的大方无甲12公分宽，乌鑫的骹部较大，若打着袂去套掉咧。若骹较细块的石虎，若是去打着，卖当脱逃。动物就算着这个陷阱，嘛袂低调咧。林务局推动拍蜡自主管理计划。选定乌鑫会出现的热区，甲部落也有农户合作，使用改良式蜡具，提供5000套，互民众免费来换。目前有63个部落一起在推动这个改良式列具的一个使用哦。我们希望说这些部落也把他们使用的一些情况能够回馈给我们，再来做这个列具的一个调整。乌鑫拄着陷阱，也会当安全离开。这个影片是由嘉义县祖族蜡人协会伫阿里山的富野地区翕到的。这嘛是头一届记录到改良式蜡具成功阻挡乌鑫无细字去互掠到。协会表示，大部分的蜡人拢有支持使用，不过嘛讲，伊掠到的几率较低，真需要靠蜡人的经验甲判断。要很有经验，因为他每一个脚步要算得很清楚，你才有办法用那个精准式列具后，列到捕捉到那个动物。乌鑫着山低调，空喙是深甲见骨，甚至是死亡。引起禁止使用传统蜡具的声音。祖族蜡人协会表示，因的传统本来就无咧掠乌鑫，因认同使用改良式的蜡具。林务局表示，确实有部落反映使用改良式的蜡具，掠到的比例有降低，不过会持续收集地方的意见来改善蜡具，希望未来会当顺利推广到全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印度，即马当地有大水雨，有一寡所在是发布上高级的红色警戒，其中明码27日时大考要延期，学校嘛停课。若新德里灾情嘛真惨重，因为溪水涨流，2楼阁有超过300台车扣水引起。雨落未停，印度气象局2日暗针对西部瓦海城市孟买、莱加德、拉特内基里、新都杜尔发相关顶级的红色警戒。孟买原本27日大学考试延期，各级学校停课。南部卡纳塔卡安干瓦迪地区的中小学停课。2日德里边爱卫星城市大诺伊达，因为新都河周围拢满出超过300台车进没水的。क्वालिटी गाड़ियाँ लीज प्लान तो ड्राइवर को देते थे वो वाली गाड़ियाँ। हाँ जी। लगभग कितनी गाड़ियाँ हैं? अभी 300 गाड़ियाँ।
तो आप लोग जानकारी नहीं थी कि पानी आ रहा है, गाड़ी निकाल ली है। जानकारी थी पर इतना नहीं होता, इतना पानी आएगा एक साथ。住伫咧溪边的居民，拢选到地势较悬的所在。桂芳港河和南麻地区带来80%的年降雨量，印度的人口超过13亿。进前雨量正常时阵，对造产人来讲是好代志。然过这几年雨愈落愈大，做大水、土石流，引起传染病，也影响农作物收成。बहुत सारा नुकसान हुआ, सब्जी, भिंडी, तोरी, बैंगन, प्याज, बहुत पैसों की लोगों की हमारी डूबी से डूबी लोगों की बहुत सारा नुकसान हुआ।印度自6月正烈雨季了，就一直落大雨、做大水，交通中断，学校停课。而当当局对首都新德里部分地区加附近的地区发布甘马式的警戒，新德里雅穆纳河的水位上升到205.33公尺的危险标线顶头。一天晚暗6点的时阵，记录的水位已经到205.47公尺。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啊，那希腊是发生火烧山，在拍火时是传出意外。在当地时间拜二，有一架拍火飞行机汹汹摔落来，飞行机顶2个人拢不幸过亡。飞机挖导火地点喷出了后，汹涌落落去，导火烧起来。希腊一个传出悲剧，一架拍火飞行机在艾维亚岛救火时阵落落去，2名飞行员不幸死亡。这是希腊真济所在爆发野火了后发生的第一件死亡事故。希腊顶礼拜爆发的森林大火继续滚加，东西区之一个度假景点罗德斯岛已经撤离超过2万人，按个部分旅宿业者依然就在当地提供受困旅客协助。We find a line of internet and we give this line for people to call their houses that they are safe. 这业者饭店部分已经烧甲臭灰搭，另外一个餐厅头家更加艰苦，伊的餐厅客家全部烧了了。My life now it's stopping. My restaurant, all everything, it's take a fire. 新火起了了，业者是要靠无目屎。希腊经济大部分拢靠旅游业，观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不过，这几年承受疫情影响，再加上极端热浪引起野火，真无简单。转来游客恐惊阁乌有去，极端高温带来影响，连来可坏食物拢挡袂牢。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仙人草最近也拢出现落去、树倒、形状改变的情形。These plants are adapted to this heat, but at some point the heat needs to cool down and water needs to come, and if that doesn't happen, the prolonged exposure to extreme heat without being able to cool down affects significantly the plants. 科学家指出，以前热天亚利桑那州拢落雨，今年当地索诺兰沙漠若要无落雨，可能就影响仙人草。因咧采集样本确认因果关系。特别结束的7月，可能是全球有史以来上热的月份。不过，这恐惊是人类家己造成的苦果。世界气候规划组织自个公布报告，指出人类行为甲极端气候有明确因果关系。科学家表示，目前全球气温平均提悬1.1度。若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种长时间这么热挡袂住的极端高温，恐惊每2年到5年都会出现一摆。公司新闻徐焕玲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拜访东加王国，伊是头一个去访问的美国现任的国务卿。伊批评中国伫东加经济海峡歪爸爸，伊嘛强调讲未来美国会扩大海上执法的角色，针对非法掠鱼会去搜查。两国的合作嘛代表未来美国有可能会背起中国的船只做检查。来关心孟加拉伫今年雨季的期间，天狗节的疫情是大爆发。目前已经有超过37000个感染病例，嘛造成超过200个人死亡。根据官方的统计，感染数恐惊会比去年6万多人也搁较侪。因为病例数直直增加，所以即马医疗资源是真硬到。来关心丹麦有一个44岁查甫人，伊是完成全世界头一个无坐飞行机的环游世界的旅程。经过10年的旅程了后，伊即马是总算回去到家己的故乡。若这10年这一段旅程，伊计共去203个国家也是地区。
汉光演习第三天，昨昏伫台北车头进行反恐怖攻击的操演。另外，伫桃园的炼油厂嘛演练受敌军的攻击。若确诊着新冠肺炎的总统蔡英文，因为伊的镜头较轻，经过医生的评估，伊是专程挂喙암，按照进前的安排去视察汉光演习。无语敌军突袭桃园炼油厂，咱的守备部队随增援接战，双方开始攻防。敌军的空中兵力是加强进攻，乌用直升机载敌方的敌战部队，直接用锁啊降落来，占领地形要点。国军怕敌军搁应对和炮火拍过的油槽。消防车喷水咧灌救，防止损害的扩大。这摆汉光演习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前一天则确诊新冠肺炎的总统蔡英文，因为镜头较好啊，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挂喙암来指导规个演练。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民生需求息息相关，我们要持续强化各项防护演练，我们一起努力继续提升台湾的耐灾韧性。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演练，阁唔拿伫桃园炼油厂尔。另外，伫台北车头2日透早嘛，伫做反恐的操演。无语敌军挟持民众，想要占领台北车头，宪兵和警方是随合作，定策略要安全救出人质。双方组队头互相拢开枪几啊摆，若果咱成功压制敌军，但是伫个车头的地下室则出现敢若炸弹的物件，不破小组随处理。甲这个物件早去互外较空旷的所在，互伊帮，甲咱的交通中心抢转来。因为即届汉光演习有美国的观摩团来台湾，而且互国军意见，现场出现外国人伫演练结束了后，伫现场和军方的高层互动交流，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汉光实兵演习，金门伫昨昏是进行反定力作战的操演，阁有火炮实弹射击，几啊公里外金门市区嘛拢会当听到炮声。另外，汉光演习嘛头改伫桃园机场进行作战演练。无语敌军拍过来，国军随做反击，8寸榴炮顶顶的火炮同齐射出去，来压制着人。M60A3战车嘛开炮，加上5控机枪、2控机炮，共同用火力来消灭海面的目标。2日透早，金门向乌炮阵地进行联合反定力作战操演，火炮实弹射击，威力是真大，声音大概连几啊公里远的金门市区拢听会到。汉光演习的第3天，桃园机场进行反空机降操演。扮演敌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先对机场地面的驻守军队进行火力扫射，了后乌用直升机载敌军特种兵降落伫机场，配敌军早就渗透的敌工人员，想要攻占机场重要的设施。咱国军方随全力反击，面对前进，守护去互占领的据点，再来彻底甲村的敌军灭掉。国旗豆豆升起来，象征国军顺利夺回机场。这是汉光头一届伫桃园机场演练，附近的空隙配合管制。出入境的航班嘛暂停起落。对攻击军来说，它可以利用这边的设施，迅速的进行行政下线，然后集结大量的攻击动能之后，向好这个台北市进攻。那对于我们来讲，这其实是未来会是台澎防卫作战中北部守军的一个非常难以压力非常大的一个这样一个作战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的记体公司中钢军都科技，和台湾的检方发现讲，包含这间公司在内有3间中国企业，无经过咱政府的许可，即马就咧来台湾找高科技的人才。检方进班甲3个人叫去问话，落尾是以20班制50万交保。调查官约谈了后，进入地检署核实，3个查甫人被预定29、50万交保。不过，检方查出真一间中国企业因违法伫台湾找人才，甲这个人有关系。尤其是这间中国企业特别受关注。中国技术体大企业中钢独存伫对华半导体产业扮演重要角色，进前中美贸易战，和美方制裁列入黑名单，即马佫将脑筋动到台湾，无经过台湾主管机关同意，冤冤屈屈找人头协助伫台湾做业务，交保高级工程师。
如果没有经过我国主管机关的许可，并且设立分公司跟营业处，来从事相关猎人头的公司，这是会违反《两岸关系人民条例》规定，它的刑责的处罚。几月开始，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都已经修法通过，那少人头户违法中资应当罚2500万。不过，国内这几年来，中国企业非法在台湾找人才，反倒当然是愈来愈多。台湾半导体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群聚，上游的 IC 设计，中游的晶片到下游的封装测试，这些东西台湾第一个很完整。对方一直出招六红线，想要爱咱的高科技人才，上康上芳乌人。面对中企强势不断，都惊有人炸台湾的高科技基地去对话，咱爱想办法，让人才甲技术留在台湾。记者综合报道。那三星的代理商美劇邦發起中國電競手機啊紅魔8 Pro 台灣版的募款計劃，原本是講第4月初就會出貨，也毋過消費者攏無收到物件。NCC 20號是發業者甲剩下的負責人計共130萬。海外三 C 代理商美劇邦3月時陣佇募資平台發起紅魔8 Pro 台灣版的計劃，金額是超過2000萬，原本是定4月要發貨，但所小連續傳出消費者無收到手機啊，也是收到了後敲電話，所顯示是對中國台灣來的，防質疑甲台灣降價。他沒有實驗認證過的手機，你怎麼可以讓它進口還來販賣，輸入還在販賣？一個是電氣安全的問題，一個是電波秩序的問題。對無經過 NCC 的電檢核准，落喺台灣違法來賣。NCC 是照電信管理法，發業者和細隻的負責人攏總130萬，無摕到手機的民眾嘛，一個向警方來報案。會以警察局那邊為主，是如果是詐欺罪成立，他會有一個立案，然後可以用附帶民事條款去跟他求償。剛剛他在進的時候沒有去注意說台灣就是沒過。那你要送呢？那到底是用硬體拔掉，還是軟體關掉？哪一個方式是 NCC 能接受？這種消費者是對募資平台來的，消基會認為講，無 NCC 的電檢核准，這個手機啊等於是有問題的商品，會當按照消保法來求助保。手機的出貨是由中國大陸那邊的廠商直接出貨，但是這個不影響廠商跟消費者之間成立買賣關係，適用消費者保護法都不受影響。NCC 講業者愛在收到罰款公文1個月內提出改正計劃，若到期閣無改正，會當連續甲處罰。記者敲業者的服務電話攏無人接，目前是無法度知影因的回應。記者綜合報道。台中市議會昨昏是針對校園內底老師犯下性騷擾案件頭一擺召開會議，說因為講這調查的過程敢應該公開還未煞，主要是哪樣是認為講這對受害者造成第二階傷害，應該趕緊對外公布調查結果就好。也毋過的也是認為講，這主要是要來討論講教育局敢無欠點，敢無缺失，所以甲運輸無關係。台中市自去年開始發生過幾多件校園弄死的案件，真濟學生出面指講遭受過性侵或者是性騷擾。台中市議會2大區校園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一遍會議，那啲議員對調查過程是不是公開意見無同，民眾看法也無同。不是凡事是公開比較好嗎？比較透明。對啊，透明比較好，不要黑箱作業嘛。那他們有問過受害者的想法嗎？他們看到的話，又要再次想起來，而且網絡上的人又不一定會支持他們，有很多人不是會檢討受害者。國民黨型性騷擾防治準則講調查過程無應該公開，以免造成受害者二次傷害。但是教育局應該趕緊公布調查結果。民進黨是依照台中市議會專案小組設置辦法，認為邀請各界人士監督教育局行政流程是不是有疏失，跟運輸無關係。我們擔心所謂的公開邀請學者、邀請團體來，到時候我們這些議員可以保密，但是他們或許會去討論案情。那到最後，這個對於受害者，我覺得是一次又一次的公開傷害跟消費了。根據目前台中市議會這個專案小組的設置辦法，其實不只是其他的議員可以列席，媒體甚至民間團體、專家學者都可以列席，這是我們行使議員的職權。要邀請誰列席旁聽，我想並不是一個問題。人本教育基金會強調，性別平等教育法內面只敢規定對當事人甲檢舉人相關資料愛保密，調查教育局識別等疏失是人接受公眾評論的代誌。去年居人國中案的時候，泄密的部分至今沒有給受害者任何一個交代。
那个流程到底是怎么走？然后扩大调查的部分，教育局是如何执行的？我想这个是可受公益的，也必须要受到监督的。因为拿到双方无共识，上面决定后一边开会进前，将台中市发展局列席说明，讨论是不是当公开。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竹北4月份的时，路边是立乌起，引起社会关心。这个事件的鉴定报告即马初步的结果出来啊，原因是车路的地基在吞的时并无照起工，加上工地地下室长期咧抽地下水，才会造成路面崩塌。一台好好的车就安尼落入去窟窿内底。这是今年4月的时阵，新竹县竹北市一大工地边仔所发生的意外。爱找土木技术工会进行调查，经过3个月鉴定，初步的结果出来啊。第一，就是因为道路路基的松散，那另外管线施工回填的问题，以及长期地表水渗入造成土方流失。第二个结论是，风采520的建案的工地，因为地下室长期的这个抽取地下水，也会因为加上土方的一个开挖解压。造成破坏，延伸到地面，造成道路的坍塌跟破坏。针对鉴定报告当中，写讲是工地施工是主要的原因，不过受影响的社区主委希望政府除了要求建商负起责任，也要针对社区的居民提出赔偿的方案。我们会希望说县府有更强力的措施嘛，比如说他可以要求公益就是主动提出那个赔偿的那个。一个报告嘛，然后让我们那个来检视嘛，比如说他愿意赔偿哪些部分，包含公社的部分啊，还有住户零损的部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提供我们过往修缮的资料嘛。目前建案工地同款各地停工的阶段，针对鉴定报告，建商表示已经对附近受影响的社区做全面性的调查，后续会担起所有的责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去年9合1选举的时，当时有6万外的确诊者，因为政府5+N的隔离政策，所以尾因是无法度出门去投票，也毋过这有引起侵害投票权的争议。即马监察委员经过调查，认为政府的这个决策无合比例原则，已经要求中选会和卫福部爱检讨。去年9合1大选，新冠疫情还未解封，迄时快太阳性的确诊者要进行5+N的隔离，这确诊者是无法度出门投票。26监察院针对这件事件提出调查意见，认为指挥中心加中选会的做法无符合比例原则，要应赶紧研议相关措施。早一点让这个投票确诊者来投票，也只让他只投2个小时，可能也是不限制他的这个投票的这样的权利。不过总比都让他不投票，我想这还是比较符合所谓的这个比例跟最小侵害原则了。监察院统计，迄时受影响的人有60508人。其实，伫去年3月，中选会捌提出设专门时段，互确诊者投票等4个方案，但是落尾中选会甲指挥中心以骹手无够这寡理由，拢无实行。但是监察院认为，这2个单位一直无法度证明骹手真正无够，而且也伫去年举办的大学分科测验是有开放确诊者考试的。大考中心后来决定考量开放轻症跟那个就是没有症状的人可以去考试的原因。如果限制这个确诊者应考，然后考生恐怕因为就开始采取不筛检，哇，那我还有机会去考试。他自己知道阳性了，快筛，可是我没有医生的证明，所以我还是可以去投票。好，所以这个是不是鼓励更多的引力？这个我们打个问号。针对监察院的调查意见，中选会回应，大选期间拢按照指挥中心的政策订相关的措施，对监察院的意见表达尊重。监察院表示，中选会甲卫福部应该现主时开始做保强措施，那未来再发生类似的传染病事件，才通保护民众投票的权益。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地方上头来关心中华鹿港的鹿港国小，今年秀才的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是以实物做主题，透过海外青年的之间用英语来小解，让囡仔认捌外国的好食物，让外国朋友买当体验正港的台湾味。
小朋友在海外的青年之间动手做每一个国家的代表食物，亲像美国的 milkshake、台湾的咸豆奶，其中上特别的是用台湾挂包加德国烟肠。台湾的挂包内底有啥物料？有空吧、土豆腐、咸菜。我做的是德国的挂包，有香肠跟酸菜。罗岗国小今年的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主题是食物。校方表示，这摆邀请华裔的青年返来台湾教囡仔，嘛毋望是双向的学习，为食物、为语言来认识国家文化。希望咱爱台湾囡仔会知咱台湾的文化。其实伊是美国人，伊嘛是咱台湾人的囡仔。然后我感觉挂包是一个真好的物件，然后会使把文化包伫内底。传统挂包包不一样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很新，可是我觉得会很好玩，因为可以 mix 两个 culture 这样子。校方表示，伫咧规划课程的时，就发现其实足侪文化参语言是相牵连的，所以除了培养囡仔讲英语，嘛真注重母语的传承，更加毋望即阵美国囡仔返来台湾来体验在地生活，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镜头来屏东德山乡的西市国小，虽讲全学校敢若100多个学生囡仔尔，也毋过学校内底就有3间图书馆，有3个无同的主题，有乡土，有所谓，有双语。学校推动阅读，即马效果真好，鼓励囡仔加读册，嘛摕到教育部阅读奖的肯定。学生囡仔真专心伫咧看册，无论是摕家己的册，也是借图书馆的册，阅读已经变做即阵囡仔的一种生活习惯。屏东德山乡的西市国小，虽然全校才100多个学生，不过后来有3间图书馆，结合乡土、双语教学、数位学习等主题，培养学生看册的兴趣。学校也得到教育部阅读颁奖奖的肯定。我平常会喜欢过来这里看书，有时候是带自己的书，也有时候会来看这里的书。其实国小呢，虽然是100人的小校，我们却有3间图书馆，有传统的财生图书馆跟慈济基金会静思阅读书轩跟爱德书库这3种图书馆呢，也让给孩子有不同的学习的机会。学校透过举办主题书展、图书馆课程等活动，带囡仔认识阅读的好处。最近也开始推广数位阅读，让囡仔唔是干那用电脑、手机来耍游戏，佫会当用来读文章、看册。学校甚至佫有设计线顶分享模式，会当提供校内的册，让其他学校的学生看。我们会利用线上开放给全国的各国中小的师长们来做预约。那如果预约好之后呢，我们学校的志工会将书呢通过物流公司送到全台湾的各地，让学校的老师教学上呢更能够得心应手。西市国小表示，因为校内的图书馆多元，资源也较丰富，未来按算要阁加办理一寡推广阅读的相关活动，让学生会当伫生活当中感受到阅读的美好，帮助愈来愈侪囡仔喜意看册。记者综合报道。体段大车饼，ChatGPT 即马伫全世界是正时行。美国有一个伫小学教册的老师是利用 ChatGPT 来辅助学生囡仔上课。另外，伫宗教界嘛有甚至真悬利用 AI 来写报道文，也毋过写出来那亲像是无啥感情。警方公司即马就准备要推出升级版，嘛要修正系统，减少偏见。伫你几秒钟内就当解决问题，形成完整的文章或者是败句。ChatGPT 伫咧去年11月发行了，使用人次成长正紧，因故好像侪老师感觉困扰，惊讲学生用来抄作业。因故美国肯塔基州一位小学的老师认为 ，ChatGPT 会当帮助学习。You know, when Google Drive first came out, there was that big concern, oh, kids are just going to share their docs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n they're just going to copy and paste stuff from the internet and turn that in and claim it's their own work. Guess what?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don't do that. 皮尔斯已经教书到17档啊，伊看到未来的趋势，打算趁早互囡仔学习使用 AI。伊上课时阵，互学生分组用纸甲笔写3幕底剧的角色，想出每一幕的内容甲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所落来将资料输入 ChatGPT 下达指令，叫系统去想出符合5年级学生讲话的3分钟的剧本。所落来叫学生将系统写出来剧本，搁再做修改，上尾也顺利排练演出。
而且 ChatGPT 也提供让人想袂到一寡剧情内容。AI wrote us the entire script, and we didn't even know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robot and time traveling involved. So that's a fun thing about AI. 纽约汉普顿犹太中心的拉比富兰克林是用无共的 AI 应用程式，想要写出报道文，不过结果拢互伊无啥满意。虽然 ChatGPT 确实是来来回回伫咧学习，产生出袂歹的内容，不过富兰克林也是认为 AI 无法度协助伊的工作，因为新职工作更加需要甲人有实际的精神交流。We feel them, and perhaps we can eloquently put words to describe those experiences, but ultimately, they're about something that we feel inside and we understand, but can't possibly articulate. And so no matter how good ChatGPT can possibly be at describing and using language and describing experiences, it can't really understand spirituality. OpenAI 公司是按算要杀 ChatGPT 的升级版，除了以客制化做目标，也阁要减少偏见。所以，若是使用者要求输入受训的言论，系统将无法度回答。OpenAI 也宣导使用者伫即款有争议性的问题，将加入人的观点，唔是甲 AI 提供的答案当作唯一的答案。公司新闻牛言编译。那当位的国家肯亚和亚散价是差真济，当地所谓落差嘛真明显。所以即马有民间的科技教育团体上较俗的学会，咧教技术一波经济弱势囡仔，会当学电脑的程式、手机的软体，要提升因未来的竞争力。学生囡仔正专心伫咧看即款装电脑的机器人走来走去，有人是一直看着电脑荧幕，伊毋是伫咧耍，这是课外的电脑教育。肯亚的平均每人 GDP 伫咧非洲即个算中等，因果互人认为是真有潜力的新兴经济体，科技程度更加伫咧非洲国家排头几名。因果并无超过重要指标的建议系数，肯亚0.41率超过0.4的境界值。所以有相关团体伫咧注意经济好歹家庭的所谓落差。Most kids program in Nairobi go for approximately 5,000 shillings, which is around $50. This is way out of the pocket for parents in Kibera. For us, Code with Kids, we bring the same programs to the kids in Kibera at affordable price of 50 shillings per session. 也就是三亚地区每一期的电脑程式课程的费用，按到一半的1%。无到新台币16块，拄则接触电脑的囡仔，自电脑的基本运作开始了解，较正解学习包括制作物件、设计行动装置的感应软体、游戏软体，甚至是机器人的自动控制软体。为了要推展这种科技教育，相关团体希望有更较侪青少年伫咧无分性别的公平环境下学习。不过，肯亚不时会传出女性被迫害情形，社会对女性学电脑科技的接受度也搁会提升。This was a challenge when we started, and it was really hard convincing these girls to come. But just seeing these young girls come to the program, be there in the forefront, code, and just control the robots is a success for me. Now the world is moving faster, and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technology. So it is important for me to do this so that I can be competent for my future. 参加肯亚平平区电脑教育的团体讲，后一步就是要安排学生伫咧学校放长假的时阵，到 IT 相关企业去演习，或者是以工读生、实习生的方式，和学生吸收实际经验，或者是更加进一步撮合头家甲即款未来的劳工，为肯亚的产业升级注入活水，希望会当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落差。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有29度；外岛27度至3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咱再会。